祝大家平安健康。那見到我係趁一個好消息，不隆重向住是咪行นะ在呢個羅馬書10至12節有講到，因為到冇分別對於隆重民族，買實人都好，買錯人都好，在上帝裡面冇分別。呢個上帝對隆重民族人嘅上帝，買人世界即刻得到佢嘅恩典。因為到呢個羅馬10至13節，因為到係買人寫上帝嘅名，即刻得救。嗱，每日上帝呢，呢上帝即刻寫見你啲，你人本寫即刻都唔對每日上帝。好在佢嘅恩典安排，佢第一個人類簽嘅誤導，佢嘅愛安排對於陽間嘅人，對於世間嘅人類，因為佢寫人類，佢愛來到世間來介紹。出嚟佢係上帝，透過佢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就等於相信到了朝天朝地嘅上帝。呢個上帝對隆重民族係上帝，冇分別，你每人都好，世界即刻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但係即刻得救呢？因為個人類社會嚟喺度，想唔得一講到做錯，想唔得。講我呢跌落罪惡嘅方面，自己登山嘅五千嘅罪，且登上透過上帝嘅恩典，佢做本自家，佢嚟世間派耶穌基督一登入嚟，都係嚟到世間出世，變咗人類嘅方面，佢嘅分別嘅人類佢冇罪，死在十字架，就能夠擔時間人類要罪，佢冇罪，就係擔時間要罪嘅人，透過佢嘅死，透過佢嘅復活，萬人相信佢。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咪難咯，唔係，你心裏相信，你求你信任，耶穌基督係你救主，係你上帝，你就得到原諒罪惡嘅方面，上帝祝福，阿門。